好，今日我非常榮幸能夠接任香港總商會主席嘅工作。展望未來，我對香港嘅經濟發展充滿信心。儘管過去幾年我哋經歷咗全球經濟嘅挑戰，但係香港商界展現咗強大嘅韌性同埋靈活嘅應變能力。我哋會持續發展總商會同埋各個商會、貿易代表等等嘅龐大網絡優勢，協助商界精準咁樣對接全球商機，推動商界把握引進來、走出去嘅雙向機遇。第二，總商會擁有來自本地同埋全球40個國家嘅龐大會員網絡，我哋將會透過更緊密嘅聯繫同埋交流，全力協助商界找緊機遇。同時，總商會會繼續擔當商界同政府之間嘅橋樑，持續深化政商交流。第三，總商會將會加大力度推廣相關嘅培訓，協助企業將 AI 切實咁應用喺商業營運當中。我哋都期望透過 AI+，為商界創造更多嶄新嘅機遇。